好，跟住要講 ETF。嗱，如果你係投資新手，但係又想學人買下股票拎下經驗嘅話呢，你上網揾下啲資料，聽下啲 KOL 分享呢，好多時佢哋都會推介你先買 ETF 嘅，又或者一啲穩陣型嘅投資者啦，係傾向選擇藍籌股，希望呢喺一個股價嘅成長期裏面呢，就即係獲利。佢哋都會咧係好重視呢個分散投資。咁 ETF 咧就係一個熱門嘅選擇嚟嘅。咁 ETF 即係咩呢？ ETF 全名就係 Exchange Traded Fund， 即係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係可以喺聯交所上市同埋買賣嘅。佢嘅買賣程序同埋個費用呢，就同一般股票係差唔多，只不過呢，所買嘅就唔係個別嘅股票，而係基金。ETF 嘅投資組合呢，就包括咗股票啦、債券啦、商品啦、貨幣市場工具等等嘅投資產品。咁投資者買入嗰個 ETF 呢，就等於係買入咗嗰個投資組合裡面嘅所有產品㗎啦。嗱，用一個貼地少少嘅生活例子去解釋，你就會更加清楚啦。香港人呢就好中意食米線㗎嘛，你去到米線鋪係可以選擇唔同嘅配料去搭個米線嘅，你係可以按個人嘅喜好同埋嗰樣配料嘅價錢決定要唔要嗰隻個別嘅配料。個情況呢就好似買股票一樣，你係喺個股票交易市場揀一隻個別嘅股票去買入。嗱，講返米線嗰個例子，你都可以選擇食過橋米線嘅喎，人哋已經幫你設計好晒嗰碗米線有咩配料㗎啦，通常都係樣樣都有啲。咁 ETF 呢就好似呢碗過橋米線一樣，你買咗佢就等於買咗組合入面唔同嘅股票。有咩好處呢？好明顯啦，大家都知道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裏面啊嘛，要識得分散投資去減低個風險。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同時買入多隻股票，但小股民或者新手呢，本金有限。咁點樣先可以做到分散投資喺唔同嘅行業、唔同嘅地域呢？而家你就只要買入一手 ETF 就可以做到啦。ETF 就係一個基金，佢幫你揀好咗唔同嘅資產、唔同款式嘅股票，咁你就唔使自己揀啦，非常之方便。同樣，你冇得唔要 ETF 內某一隻股票，自由度就冇買個別股票咁多啦。但係對於唔識揀、有選擇困難症嘅朋友呢， ETF 就係一個唔錯嘅選擇。組合入面嘅其中一兩間公司就算倒閉啦，你都唔使太擔心。反而如果你買咗隻個別股票，佢間公司接埋咗，你就真係大鑊啦。好多時候呢，一手 ETF 嘅入場費呢，係比起一手嘅恒指藍籌股呢仲要低嘅。而且最得意嘅係，唔少 ETF 都係會派息嘅。佢會喺發行文件嗰度呢，就清楚列明個派息政策，同上市企業嘅股票一樣，都係有一個咁高嘅透明度嘅。咁多好處，你話佢點會唔受歡迎呢？喺香港最有代表性嘅 ETF 呢，就係盈富基金。盈富基金呢，係特區政府喺個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呢嘅救市措施嚟嘅。政府當年呢就買入咗大量嘅恒生成分股啦。金融風暴過後呢，就發行呢個 ETF 流入公開市場。咁佢係追蹤住呢個恒生指數嘅 ETF 嚟嘅，即係按比例買入恒生指數嘅成分股，走勢同埋呢個恒指呢係幾乎係一樣嘅。每年都會有2次嘅現金股息派發。佢係屬於被動型嘅 ETF 嚟嘅。咩意思呢？主動型 ETF 呢，就即係佢係由基金經理選擇投資喺咩產品嗰度，而被動型 ETF 呢，就永遠都係跟蹤住呢個特定嘅對象嘅，例如呢個大市啦，即係好似呢個恒指 ETF 啦，可以係特定嘅行業指數啦，例如呢個新經濟股啊、科技股等等。咁頭先所講嘅盈富基金呢，就係跟蹤住恒生指數噶啦。而相信大家都聽過恒指成分股呢係會間唔中都有改動噶嘛，有時話會剔除邊隻，跟住又會加翻入邊隻股票噶嘛。
咁呢啲所有嘅安排呢，已經係有人代勞㗎啦，係一個被動嘅安排嚟嘅，唔使再由呢個基金經理呢去主動揀邊隻產品去放落 ETF 嗰度。咁亦都係咁樣啦。一般嘅被動型 ETF 嘅管理費呢，都係會比較低嘅。大家可以留意下市場上面有邊隻 ETF 係符合你心水啦。